后来，这个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，高雄市是吊车尾。民进党国内的立委甲议员再去到高雄市政府抗议，这个立委话还未讲煞，韩国瑜就现身了，邀请大家到嘉宾厅坐落来讲。韩国瑜讲，高雄市政府团队是真辛苦，大家拢做甲憋干了，也是一直风险。韩国瑜是替当人来抱不平。韩国瑜嘛讲，伊若做无好，唔免人来甲罢免，伊家己就会罢免家己。市政零蛋，市政零蛋，高雄完蛋，高雄完蛋。高雄市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集合伫高雄市府前面，天下杂志管理都调车尾，爱韩市长公告做到罢免家己。我自己罢免自己可以吗？如果我做得不好，下台罢免自己，负起你当时的自己的政治承诺。立委也搁咧讲，韩国瑜向龙行过来，爱大家入来啉咖啡。是时候罢免自己了。讲完了没有？讲完了没有？讲完到里面喝咖啡来。现场真混乱，总算坐落来讲，连夜立委讲施政无理想。高雄市民在等这个答案。讲完了没有？如果你自己说过的做的不好的话，你自己罢免自己。您的回答是什么？讲完了没有？我做的不好，我会罢免我自己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会罢免我自己，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要好还要更好，是否团队要不要检讨？很多地方还是要做，继续做的不够的还要继续去做。市府做甲辛苦，大家拢别关，我也是一直避险。韩国瑜替因跑不平，但是满意度吊车尾，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市政，是市长本身的大一参选。